好，来，这好你。好，来，水。啊。看。加油！哦，小弟，我脚就酸诶。哎呦，你下搁坚持一下，要教阿姨，我给你倒看切。好，阿姨加油啊！较少的，较袂动的。哦。哇，风景真好呢吼！哇，看到足远呢。哎呀，不过真可惜呢，无日出呢。虽然讲啊，即马无迄日头，要毋过你看，即马的天渐渐光起来，迄云安尼敢若叫抹开了，会用看到迄金沙岛有无？有呢。系啊，伫遐足水的呢。安尼看起来淡薄蒙雾嘛，另外一款水。系啊。头拄安尼甲你看起来哦，哇，真正看起来，应该是一个足美丽的岛吼。来啦，来到这，咱就来画一下咱生活爱美的好。好，1、2、3，生活爱美丽。其实看风景吼，这种行动艺术就是爱豆豆啊来。对啊，慢慢骑车，安尼慢慢静静啊去看吼。对啊，一个专家伊咧研究吼，就是骑脚踏车这个速度吼，是上好会使甲这个外口看到的这个风景吼，放在你的头壳内底。哦。你差不多就是1点钟，差不多15公里至25公里啊，这种速度啊。哦，安尼哦。对，安尼看风景的时阵，你会感觉吼上清幽，啊，迄个风景哦，拢会使吼放在你的头壳内底。啊，我知影。对啊，伊这安尼讲吼，一定是这研究有伊的道理，因为我都想到，参像讲若是咧开车的时阵啊，因为迄速度真紧嘛。是啦。啊，我若是咧开车的时阵，大部分我拢是看讲啊，我要去的这个所在吼，伫倒位，我咧看我的迄导航，啊，若无我就是咧注意讲，迄路的有安全无。而且吼，这吼骑脚踏车的过程当中看树啊，看这个风景啊，啊，这个吼闻到空气，好嘛，足美丽，对啊。心情规拢美丽起来啊。啊，搁有听这鸟仔声，哦。对哦，这就是咱的行动的美学啦。是啊。加。耶 ，OK。赶来去遐看卖。好。看你散步安尼清幽清幽吼。是袂歹吼。你较早毋捌来过食吼？对啊。你看这安尼规片呐。哇，老乌青。大家拢翕呢。系啊，足水啊。无想到这讲有遐参照这日本的风景呢。系啊。之前咱毋是有研究这个摄影美学。啊9公格。对啊，帮你翕足水，甲你讲袂哩。好啦，我甲你考试一下，我徛倒位？徛这。你讲翕这个啊，查甫朋友的角度啊，有啊，对，安尼哦。来。啊，袂歹呢。哎，我就甲你讲这样呢，是不是敢去国外有无？历史敢日本啊，我甲你讲，我之前去上台，我即马搁较厉害，我即马用一个吼会向动的相片。会去动的相片。我即马用这吼慢动作的摄影，这翕起来搁较水。甲后壁这罗武群哦，规拢合作。安尼我来看卖，迄种慢动作的。你上先马为这个树安尼行出。好。豆豆啊吼。好。搁到后壁。好来，我讲行你来行。好。1、2、3，行。好。好来，看这个。来。看嘛要偏芳者。是真的啊假的啦？有啊。哎。
有无在拍戏啊？哦哦，厉害吼！你这样呢，一翕起来，敢若咧拍偶像剧诶。敢若是相片，搁敢若是画面，搁敢若是影片。这个足水诶，这个安尼。你连迄后壁的人拢拄啊好，甲因炸掉。拢无去啊！我帮你加翕几张啊。好。喂喂，你看咱即马踅这市啊，看物件拢足好食款的呢。真的啊。哦，这就想到阮之前去研究迄单的美学啊，迄个阿嬷摆迄单。啊，真的。我你看起来足好食。系啊，伊迄色水有无？安尼摆起来，都看起来安尼足吸引人的啦。对啊，你看经过咱这几资料吼，即马踅市啊，迄心态吼，看物件角度拢无共款的。是啊，我嘛是因为即马安尼合适了啊，我才连迄吼伊下骹放的这部啊，我都会去看呢，就感觉讲哦，伊是因为安尼配，才会感觉足醒目的。哇，厉害啦！你较早是为着这个摊条俗的踅市啊，即马是为着这个生活的美感在踅市啊。就是爱哪行哪欣赏，啊骹步吼放好慢慢啊看。看出去，迄世界就无共款。是啊。哇！摆摊上班啊！你好，早早，哇，这摆物件拢最好看。对啊，不管是倒位的这所在，其实迄街仔头巷仔尾啊，拢有伊足水的所在。啊，不过你就是爱慢慢啊行啦。当你有慢慢啊行的时阵，你就会发现讲，虽然即马安尼行这条，吼，你安尼规个看过去，拢是同款的。那不过都有一种足精髓的感觉，而且会互阮的迄心吼，都安尼静落来，慢慢啊去看。遮吼算讲有淡薄仔古早味，但是佫有这个现代的这个摆饰，所以迄冲突感我感觉足有的。对啊。哪行哪看，就敢若嘛是转去就过去的感觉。真的，啊你看，而且遮安尼看拢是爱，你有咧行的时阵，你才会去注意到讲哦，原来这间甲迄间有啥物款的无共款，啊甲伊的迄美感的所在。在行动的过程中哦，敢足侪腹肚放在头壳内底。是啊是啊。你看咱哪行哪散步吼，真正拢会看到无共款的风景哦。是啊，你看，若是定定安尼行伫咧台湾吼，四界拢会看到，有庙。对啊，阮头到巷仔来一，哇，你来咧看到一间庙。是啊。无咱来去拜拜一下。啊，好啦。我看遐拄好一个大哥，无咱小甲请教一下。应该是在地啦。大哥你好，你好。你好。啊，请问安怎情况啊？我小姓姓吴。哦，姓吴。姓吴，莆田吴。吴大哥你好。大哥你好。敢有啥物代志啊？大哥你敢是在地？我在地人对，我土生土长的。我知影这有一个西晋的文化，想要甲你了解一下，这是啥物文化？哦，这是算讲较早农业社会吼，落来时阵，大家算讲吼，农忙啦，啊农闲之时，啊就组社团，啊来庆祝迄个关圣帝君这个生日，但是以阮做肉的为主轴啦。阮做肉的，阮做肉，因为大家较早吼，因为牧业很兴盛，吼，肉场店足济啦，啊每一间的肉场店拢有迄狮仔工，啊所以讲狮仔足济啦，啊就是大家算讲。啊，就对这个卡性，迄个关迄个卡性先师啊，巧胜先师嘛，哦，来组这个社团啊嘞，啊，领这个老年啊嘞，目豆啦，种的迄个目豆哦，目豆嘿。啊，安尼代表的是讲是一个安怎看嘞？是祝福嘛？还是讲你拿安尼用吼？诶，心理会较好啊，心理会较好啊。对啦，伊就是算讲你有时候就是爱有这个。木艺的功夫嘛，做目前的功夫嘛，是，啊，就是算讲，刚才讲对这朝圣先师一种尊敬啊，啦，绕境就是算讲，迄个车灯啦，是讲安尼吼，啊，落去踅这个大溪啦，啊，像迄边过溪啦，有吼，迄边迄个，咱这边河东甲河西迄边，啊，拢总踅，啊，绕境平安安尼啦。安尼踅一日，啊，拢是用行的啊。嘿，古早真拢用行的哦，啊，拢无车，拢嘛用行的，较早拢用行的呢，透早就行。这样行足远的呢。哦，哎呀，行
一工到。一工啊，第一你较早咧少年的时阵，你就是安尼行过的。系啊，较早囡仔的时阵，就爱野鸡啊，安尼啊，啊，拢行的啊，系啊。安尼，我想要知影你咧行的时阵，你拢咧想啥，还是你咧欣赏啥？你感觉什么是你感觉上趣味我感觉的？大哥应该有得到足侪物件，对啊，因为在行路这过程当中，应该足侪。你安尼一讲，你嘛行几60年啊呢？我感觉是安尼，敢你讲对神明一种的信仰啦，咱讲一种的寄托啦。安尼我感觉讲拜神吼，咱是真尊敬伊啊。是。嘿啊，反正就是你要安怎讲？哪行啊，哪看风景啊，啊，都互心安尼变得足真而呢。且厝边头尾会因为即件要拜关公这件代志，大家拢对啊，啊，算讲你若算讲出国啦，出国去外庄吼，拢会这个日子吼，一定拢会转来。因为过年就无原定讲过年会转来，但是啊，6、24但是一定爱转来。你即摆咧讲这，我真正都忽然间叫我想起来，我细汉的时阵真正就跟阮阿嬷吼安尼去行过，对啊，就是对迄神明吼安尼行落咧，啊行伫迄后壁。对啊，较早的人较有人情味啊，因为较早的人讲较团结啦，凝聚在一起啦，真的啦，这是比较的那种人情味。对啊，你若讲心内底有这个信用，啊用这行的方式吼，其实我感觉也是真好。对啊，因为咧行这个过程当中，其实人家己嘛爱有家己甲家己的相处的时间啊，就是安尼。啊，家己有法度去反省讲今年做啥物无好代。对啊，袂使，咱这那个信心吼，一定拢爱足虔诚的，啊清纯善念安尼吼，嘿。这个是啊其实咱这细景就我想到，比如讲国外嘛有行一种朝圣之路。哎，对，因为各种各种的信仰就无共款的，啊仪式嘛无共款。好，多谢你呢。哦。清幽啊，清幽吼。哎，你看，这个有这石头啊的路呢。来，行这较水，这较水。对啊。是哦。你看，哇，踅一个弯嘿，迄风景都无共款哦。我甲你讲，这石头楼堆其实吼，就甲咱这个行动的美好，就有关系哦。哦，是安怎讲？因为咱即马行的这条路吼，叫做草店尾啦。草店尾啊，这即马呢看过来拢是石头啊呢，甲草啊、甲尾什么拢无关系呢。甲店嘛无关系哦。但是我甲你讲，这个故事是啥？你看这吼，较早吼，几落百年前，这是一个码头。哦。这有一个港口，啊，这个港口吼，拢是要运到咱台北港去。哦。对啊，所以较早吼，对较早来这生活这的人吼。这是一个吼买卖的所在。啊，因着踮伫遐咧做生意的对啊。对，船来的时阵啊，物件买的交易买了吼，啊，这人工吼就为这咧搬起来。哦。对啊，迄时阵起厝啊，佫无即马遮侪种暗土，较早拢是用草啊起的。哦，用草啊安尼搭起来。对，所以后壁看迄架啊，全部拢是用草啊搭起来。啊，遮拄好是上尾啊一间即个草店的即个。哦，这一边仔的路就对啊。边仔的路啦。啊，所以这厝呢，最后一间就叫迄草店尾。对啊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较早人咧行动的这个美，对啊，这个美感嘛。所以你会使去想看卖哦，较早才会哇，就敢若台北迄个信义区的感觉啦。你啊，嘿，你安尼即摆一讲哦，我头壳内底哦，都拢有迄个画面啊。就做船啊入来啊，就做人伫遐。嘿，应该这安尼是真热闹咯。对啊。无咱去头前看卖者，迄头前风景搁较好啦。好，行。哇，这风景吼。对啊。袂输咱透早吼，徛脚头下看的风景吼。嘛是足水的啊。是啊。所以你看咱行动的美学吼，不管你是徛起马啦、行路啦，甚至讲是咱上尾啊看的迄个吴大哥踅景的方式。其实只要你有行动，唔管什么方式，拢会使看到这水的所在。只要你甲骹步放好慢，甲你的心拍好开吼，啊真正有付出行动才看得到。唔管是用行的方式，还是骑脚踏车，拢会用的。对啊，你若是双手脚就较无法度感受啊，就是爱行出去，骹步放好慢，就是看到无同款角度的世界。
今日行在遮哦，安尼讲这行动美学，我感觉袂歹呢。对啊。不过，若是要找这种行动美学吼，我就搁爱想一下呢。敢若无遮尔啊简单呢。我有熟悉一个人，哦，足厉害哦。伊真正是这个行动美学专家。这是安怎讲？伊算讲伊会食啦、穿啦，啊，搁卖啦、做生意，全部拢在迄台车顶管。哈，伫个车顶管做遮侪代志哦。系啊。伊是无所在通大个啦。有啦，伊有厝通个大，但是伊就无爱大啦。伊就是超过伊要安尼四界走纵、四界欣赏美的啦。敢若迄游牧民族安尼。对啦，我甲伊约这时间应该来哦。来啊！阿强，八弟，老早。阿强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阿强哦，这阮朋友阿强啦，啊，这是伟伟啦。你好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想讲要带伟伟来甲你熟悉一下咱这个移动的美学的专家啦。我听伊讲你拢是安尼赛车安尼四界爬走啦。想讲你到底是做啥物生意啊？我咧卖汉堡。哦，你咧卖汉堡哦？卖汉堡，趁这个机会来甲伊做伙上。看伊平常时都安怎欣赏咱的这个移动的美学。系啊系啊。好啊，行，来，食汉堡，食汉堡。台车算讲是3栋半的嘛？系啊，3栋半。啊，是你家己落去改装的？系啊，改分行啊色。嘿。系啊。是安怎用粉红啊色啦？因为我的汉堡嘛是粉红啊色的。哦，对啦。你的汉堡是粉红色的？系啊。是迄皮是粉红色的？皮。所以你进前去花莲救灾的时阵嘛是用这粉红的汉堡？我本地是用黑色的。黑色的哦。因为花莲做爱心嘛，爱心就是用粉红啊色，我感觉较适合。哦，了解。我最好记的，你进前你是听讲你是有开店面的？系啊，有开店面。那雄雄哪会改这种车的方式？我是感觉，逐工伫迄店内底嘛，无创啥，就足无聊的，做几6年啊。系啊，是讲开餐车看卖。我感觉我较 lucky，就是拄我出来的时阵，伫个网络流行嘛，有啥物问题就是 FB 问啊，看有所在通有好摆啊，问网友啊。算讲在网络顶悬，比如讲有一寡网友会甲你点，看你要去倒位，对，甲你随口随到安尼。阿强，我最好记你做这职业吼，你是譬如讲一礼拜上班几工，休困几工安尼啊？我算一礼拜算几个月，一个月休6工啊。无一定啊，差不多拢是安尼啊，系啊。一个月休6工啊，甲一般上班的其实差不多。嘿啦，差不多啦。安尼嘛足自由，你看你上班拢伫外口玲珑西，安尼哇，逐工咧上班的心情拢无共款吼。无共啊，遇到代志嘛无共啊。哦，所以其实你安尼驶这个车安尼出来上班，你是毋是有在倒撇啥物？对吧？比如讲恁某还是恁女朋友拢咧厝的，所以你要驶车出来。我想要结婚。你这即摆咧讲出来，你敢好？讲生笑的啊，哎呀，我是感觉感受台湾的人文啊，港人，还有感觉足介意这种感觉，系啊，感觉唔歹啊。所以无咧倒撇啥物？无。安尼我想要问哦，你来台湾啊，全台湾你来世界爬走，走遮侪位啊，你有感觉中倒一位是你上爱去的无？花莲吧。花莲哦，安怎讲？我是讲花莲的风景啊，搭人拢足特别。真的。花莲。伊个风景真正世界水，你若风景水，你伫遐上班，伫遐卖物件，你就会欢喜，对无？你就无想要下班。花莲是上水的所在嘛。若生意上好的，倒一位吼是大家上爱食汉堡的。就是无一定啊。无一定。啊，有的庄脚所在，中华有一个所在叫大村，大村。我有一摆伊的庙的主委叫我去倒楼咧。我想讲哪有人啊？我想讲中昼去啊，想要找一个面搭食面，找无一个面搭呢。哎呀，我想讲有试啊。今仔日插嘛，结果做到暗时10点，拢无啊，互我下班。我卖到迄干妈米无啊，搁洋葱嘛无啊。村长就广播讲向导有干妈米个菜啊订起来。那才够水啦！叫我讲莫下班，做到你做到
全部人拢有，日本。哦，这趣味的，这就人情味哎呀，啊。伊讲倒来讲，佫有欠啥无啊？我去买。我欠休困，会使找一个所在我休困。这个美国挂包这只车吼，嘛是一种城市的交流啦。哦，你看你去遐侪所在，你嘛是带这个上新啊上好食的口味去到，比如讲你会去一寡装潢所在，哦，遐的人嘛会使食到最好食的汉堡，哎呀，对无？这嘛是算讲一个交流。哎，我看到我朋友呢，啊，迄个我朋友呢，啊，真的？迄个真的啦，迄个我朋友呢。哦，哎，我感觉。哎，伊就对伫新店在工程师啦，甲伊聊起。我感觉你这只车有够神奇的，什么代志都有可能在这发生的。你即马开始拢甲你吼走的所在，甲伊安尼拢记起来、记录起来，系啊，安尼后边无得甲你个出一支迄电影，还是出迄出租对无？对，系啊，食你的汉堡欢喜，啊看遐人情味，看遐人吼嘛足欢喜。屏东汉堡、快乐汉堡安尼。哎，啊，阮即马安尼一直行，是要行去倒啊？我到一个所在的时阵，我就会开车，吼，细细的看看，啊，看有啥物好食的。啊，我是感觉讲，每一个所在拢有家己特色的物件。哦，啊，朋友还是朋友拢甲我介绍讲，哦，来到亲子新店要食啥？哦，啊，所以有较好食，啊，就是地方小吃，哎，别个所在无的。就是安尼。哎，你看伊安尼做趣味的，伊用伊即个行动的方式啊，伊虽然讲家己咧卖伊的美国挂包，啊，毋过伊去即个城市的时候，伊会去找讲，哎，迄个城市有啥物好食的，啊，家己去找。我嘛是会土地网络讲，倒一个所在食迄做特别的物件安尼，吼，才了甲网友分享。哦，系啊。其实我感觉阿强这行动的方式足好的，因为你就哪行哪赛车啊哪学物件，你看你到无共款的城市，你搁对这个城市搁较了解，搁知影讲这个城市有啥物好食的、好看的。哎，是啊。就是一直咧学习。搁甲你遮有只经验吼，搁安尼搁甲所有的朋友吼，伫咧网络顶悬甲伊分享，安尼大家都拢知影，这嘛是真好。这噱头真好哦。系啊，袂歹。啊，要开始营业来，要营业吧啦。哎，阿强爱斗三工无？哎，无意思。等下，我可以问一个。哦，我内底足侪技师诶。真的啦。等下，啊，我安怎斗三工？先把我的榔头扛棒放底下，这是你哦。有行吗？烟刀的头。烟刀的头。好。哦，这。啊，安尼好啊，安尼店开好，会使开始上班啊。啊，袂啦，啊，搁要传料的。啊，再搁传料哦。系啊。毋是拢在内底啊？无啦，头前隔壁车。哦，遮侪人呢。拢咧无闲啊啦，嘿。哇！你遮后壁还有一个灶卡哦。对。哦。遮已经拢开始咧无闲啊呢。这恁同事吼。嘿，你好。你好。都在传料。对啊。无闲啊。啊，强你这传好啊，我爱斗三工吗？无啦，这袂好的啦。啊？搁爱拍吧。拍吧。你甲阮教就对啊。哎，甲恁教。哎，其实你安尼四界走总去无共款的都市，啊无共款的县市，你也是会使甲迄当地的迄个，比如讲伊的农产品结合嘛，是袂歹。当玩的过。真正有想过。哦。啊，感觉后壁是生意想过无用，无法度迄味迄有诶无。就是迄种，哎，真正我即摆想到，亲像迄种，哎，关庙遐有迄个往来，你就会往来放咧即种美国挂包内底嘛是足好食。真正有想过去花莲的时阵用迄辣椒有无？哦，剥皮辣椒。哎，剥皮辣椒有用过啦。哎，袂歹呢。对啊，这无得靠是未来会使行的路线。迄种有变做是一个期间限定。对。一个所在吼。阿强，我看你迄网络顶悬吼，人大家拢咧讲你迄进前啊，伫迄花莲大家拢咧救灾的时阵啊，你嘛有开车去遐，啊有1000粒诶，迄美国挂包。逐工1000粒。逐工哦。几工？买1个月啊。1个月？啊，你毋是拢2万几粒？
啊，那会想讲要去遐安尼，共斗相共。我细汉的时阵是互人斗相共起来，我们讲我食百家饭。哦，百家饭。啊，可是即马有能力有社会有重大天灾，我拢会想要去共斗相共安尼。较早你嘛是互人受到照顾的，啊，即马家己有能力啊，想讲嘛是回馈社会。我感觉阿强咧做这件代志的同时阵吼，伊同款嘛是咧自我安达，在咧帮助人的时阵，其实家己嘛得到足多物件。哦。进来，斗无赢袂付啊！歹势，阿强，今日我来用汉堡。我你家己一样咧无赢歹势啦。对啊。免啊，等下我要无赢啊，今日恁今仔日嘛帮忙很多了，今仔日做2粒汉堡给恁食，安尼我来斗3工食啦。这边有两人食哦。哎呦，这边哪会好意思啊？歹势食无？莫直接食歹势，我去边仔食。安尼，哎，这是咱两个哦，用这个实际行动换来头一喙，真的啊，就足珍惜。我一定会用我的心好好食看卖。哇！哎呦，够香的！哎，这肉够香的，而且我是食鸡肉，鸡肉。好食噶！你这酱料用啊足好食，足甜的，甜的甲咸的配做伙拄拄好。酱甜啊，咸安尼。哎，我拄仔想到一个咧，你安尼员工啊，遮侪人，啊，所有的人拢对你安尼伫咧外口遮久哦。哎呀，有放假还有回去啊。啊，拢住伫咧外口。住外口啊。拢住外口。啊，你是安怎好因安尼会用个住？对你缀调啊。无啦，嘛是汰换率嘛足悬的啊，差不多拢做一两档啊，就差不多啊。有诶扛袂调，伤忝，做2工就无做嘛，介济啊，无一定啊，因为这种走来走去，这种嘛是足辛苦。有家庭就无法度啊。因为像阿强安尼四界走，天气嘛是足重要。你看有时阵也落雨，对无？对。嘛是足麻烦的。若是讲，搁互你坚持，搁做这种工课，你嘛是共款，搁会一直做落去吗？应该是吧。是的哦。我是感觉，你想哦，你住台北，对啊。我生一人，应该是差不多半年，甲朋友见面，感觉安尼感情介好，规个台湾省拢有朋友啊。真的嘞，你即马规个台湾行透透，四界拢是你的朋友，对，四界拢是你住的所在，拢是恁兜。到每一个所在，拢有我想要见的人，朋友安尼，拢有这种感觉，会迄期待嘛，期待。我今仔日到台北，还是到花莲，还是到台中，好朋友安尼，伊拢伫咧等我。你即马你讲你差不多用起安尼要10年嘛，对无？你以后啊，一定会有迄吼注意细汉，差不多7、8岁就食到伊吼17、8岁，食到78岁都咧食。真的嘞。伊当阵当作家己拢足少年啊，看别个囡仔愈来愈大汉，我感觉家己嘛老。之前拢互人叫哥哥，即摆拢叔叔。叔叔啊，你过来都拜阿伯啊。阿伯啊。所以这种行动的美学，不管是你做这个美国挂包，你要有行动，还有好食物件，互别人食。若是大家要来食好食的物件，伊嘛是爱付出伊家己的行动。所以这是行动这上水的交流，对无？若后一摆要参像你共款哦，做这种参像游牧民族安尼啊，对啊，世界行哦，世界拍走啊，我感觉准备啥？安怎准备什么款的心情好啊？对啊，心情哦，你就当作咧拍游戏吧。拍游戏哦。就拄到困难，就解决嘛。你解决这个问题啊，后摆咧拄到的时阵，你就感觉无啥。有较困难的关等着你去闯。运动啊，不管是啥物年龄啊，还是啥物时阵，拢会想到，就会使去做。安尼就会得到人生的美感。
哎，你看这船啊，无咧驶的时阵哦，安尼看起来嘛是真水呢。哎，这个海港的风景袂歹。哎，我今日做这手工的，唔是要做船啊吧？唔是啦，今日要熟悉的这个手工的老师啊，伊讲吼要做进前啊，爱先吼好好观察一下，有一个特别的功课。哈，搁爱做功课，我上讨厌做功课，我要翘课啊。哎，别安尼啦，老师有伫咧。老师来呀！老师好，阿平老师。我讲要翘课，叫伊听到。哦，莫紧张，无遐困难伊。是特别啦。哦，特别你好。老师你好。老师啊，我有甲伊讲吼，爱先做一寡功课，还是啥物款功课？咱用目睭做就好啊。我用目睭做的。嘿，啊，恁来扫，则咱爱先熟悉咱扫的环境。啊，迄手工艺遮困难，搁爱先做功课。爱有一寡灵感啊，你甲知影要做啥？你看咱遮的渔船啊，遮水，啊，搁有咱的金马祖，搁有咱遮的海港，吼，咱会当用目睭去看，安尼你才会有一寡灵感，会当做咱的手工艺。哎，好啊，用看的 OK 啊，尼听起来介简单呢。所以讲先就是真正先用观察的哦。对，咱生活其实足水的，咱爱用咱的目睭来去观察，对，融入咱的生活美学。啊，这啊手通我观察哦。有哦。从我来观察一下。好。恁知影这是啥物所在吗？到海边啊，这叫做大溪谷。大溪沟。对。你这听起来敢若是甲迄雨水的迄个壳啊，迄种是有关系的。嘿，有一个关系安尼。哦。嘿，啊，这地形就是像一个壳啊安尼。哦。对。啊，伊这人拢是用看顾卫生以前啦。看顾。就是真侪人，因会用一个网仔去外海，啊放网仔、抓鱼啊。是。哎，就危险的呢，还伊拢在大港呢。对。你有看到遐是啥无？有啊。真重要的，咱所宜兰一个真重要的地形。浮沙岛啊。对，浮沙岛。对，所以咱就是爱看一个咱的所一寡地理，然后个风景，然后咱为这个风景来学习。哦，好。哇，其实哦，即摆咧行伫这海边啊，迄心情嘛是会感觉足开阔的。对啊，我落来遮找一寡想法、甲灵感安尼。嘿啊。足舒适的。嘿啊，好，等一下。就我要甲你等。哎呦，我等我等。敢若等无出。哎，平老师，你知影这是啥吗？我当然知影。这就是阮细汉时阵拢安尼欺负同学。系啊。啊，我定定出外景爬山时，拢拄着这啊，连到规支骹全部拢是，就这车查某嘛。对啊，车查某。车查某啊。这虽然足讨厌，不过咱等下会用到这来做手作。哦好，啊是每一种拢会用捌吗？还是讲到干那这两种？拢会使，你看会到，拢会当办，咱等下才会使来创作。哦好。无甲你限定爱搭一种的。哦好。小心哦。老师的工作是有够温暖的。对啊，拢是用茶落去做的，嘛是我用心落去布置的。而且吼，这壁顶管拢是就是拢是你的艺术品吗？嘿啊，有的是我的，有的是朋友的，啊我拢会甲伊收藏起来。哦，会啊。对。老师，参像你这盘啊，这啊，这花干啊，哦，这看起来拢是遐足水的呢。这个头拄咱咧摆迄食物迄共款啊，对无？就是要用这对无？对。等下你头仔讲花干啊，这毋是花干啊，你看起来真像花干啊，这其实是乐器。要安怎用？好，看啊。哦。用手拍，啊，嘛会使用这手指玩，铿，你先看卖下者。你确定这是乐器？对，你看大细的乐器。这是倒来的乐器。无共款。啥有够神奇的，敢若迄水落个水来。这种乐器伊是为倒位来的？倒是讲。伊是印度的一种乐器，啊，真正有这种乐器，只是伊是用灰啊，伊毋是用灰啊来做，伊用一般的土来做。所以无我做的遮水，哦，真的我你会当上网查，伊叫做乌杜。乌杜。对，乌杜。乌杜哦。啊，你看伊的声是这种呢，脆对毋对？甲这无共款。这就出名的。嘿，就是无共款的土做出来物件无共款。你看顶管有啥物花草？哦，有啊。有百合花，有一寡海边仔的草啥。
这就是我去海边啊看，有当时啊海影啊，大大细细，啊，甲伊刻起来，啊，顶悬嘛鱼脯啊、鱼仔脯安尼，嘿，就是大自然互我足侪智慧，我甲伊做去作品顶悬。对啊，老师，咱今日是要做这吗？无啦，这做足久的呢，你看大家一礼拜才有法度完成。哎呦，嘿，咱今仔要做较简单的盘啊，吼，啊，咱头拄毋是去海边啊，有挽一寡叶啊、草啊，咱要用迄落去做。是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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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哒哒哒哒耶！哦，要做手工，特别就用这音乐艺术品对啊，啊，讲袂歹听呢。对啊，好啊，完成啊。啊，毋过我这个是毋是要互恁拍鼓的啦？真就的啦，那有可能。好，咱今仔日。毋是，咱今仔日要来做一个盘啊，咱用咱今仔日版的植物落去做。啊，毋过我这是缀因来，甲恁会有一煞无共款安尼。啊，毋过恁等下家己做愈好看。等于是讲咱今日刻的这叶。嘿，要甲缀起，嘿，会无共款的构图较水。好，啊，今仔重点是咱这就是咱的秘密武器。哦，你有演过米皮吗？有啊有啊。啊，你演的时阵有简单吗？简单啊。是不哩简单啊，毋过咱要镜头的时阵，你无即两个秘密武器，你的角度会无共。这什么图啊？这就是一般的迄种陶土啦，嘿，陶土，嘿。啊，毋过我做的作品咧是灰仔土，佫有一煞无共款。乌鸦头。嘿，灰仔土较白，啊，这较朴色。这是较朴色就好看，基本上是常用这种。嘿啊，较朴，较袂安尼白白。较自然啦。嘿，好，啊，这就是要切的，会当用菜刀吗？会使啊。较无好切，菜刀会连伫迄菜刀顶，啊，咱用线是较好切。好，再咱我就切一分一分互你，我先示范一下。好，等一下。啊，你等下摕到土的时阵，你就先小手拍拍一下，因为咱的手会受水，好，安尼较袂黏伫这受水。吸水，吸水。嘿，吸水，较袂伤干。好，啊，甲这两个棍啊，放去边啊，然后咱再开始拧。哦，是用这种方式哦。哦，我拄仔想讲是要用这个来落去安尼用呢。这伤散啊啦，哦，咱用这，啊，毋过你莫一个就甲拧正平哦，你慢慢啊，安尼轻轻啊，啊，像煎牛排拧一个，搁甲伊掀过来，吼，袂使一届就要互伊完成。是安怎袂使一届？因为你一届完成，你就会黏着，爱慢慢啊，因为伊这有水气，所以你爱互伊袂使黏去这棍仔顶悬，无伊就会断去。哦，所以你爱像煎牛排要有耐性，咱做花啊吼，袂使急，爱慢慢啊来，咱的迄物件才会水。啊，你嘛爱甲伊讲，啊，你会做甲真水哦，伊才会烧甲真水。爱甲伊讲话就对啦。爱甲伊讲话，爱较温柔一些啊，你袂使伤粗鲁，伤粗鲁伊就会害去。哦。我来开始咯。可以吗？袂使一届就互伊变去哦。哦。哦，参像我这黏的啊。啊，你头拄讲我用手是安尼，因为啊，水对吼对吼。有水嘿。不要紧，咱等下伤淡的话，你会当用这豆腐搁甲切一下。这土有一种力量，对诶。会互咱尽快落。咱若无欢喜的时阵，会当摸这土，伊会甲咱无欢喜的拢吸伫内底。这是大自然的物件。嗯。老师，啊，你当初是哪会去开始咧学这陶土？哦，我拢讲我是食土大汉的，阮爸爸嘛是做土的，所以我自细汉就做土。然后大汉想要做别行，敢若无法度咧，结束嘛是搁继续做土。你讲恁爸爸嘛是咧做甲土水有关系哦，还是土水？伊是做庙的，煎花煎黏的。哇，所以阮细汉就拢对伊去四界去做工程，所以阮对土袂青粉吼。哦，迄阵嘛足少看。迄真黏，迄真嘛是足有价值的。对啊对啊，大家起庙的拢甲以前无共款啊。对啊。大家拢用较简单的。啊，恁爸爸是国宝啦。真的。会当安尼讲。所以你即马有淡薄迄种传承的感觉吼。等于讲恁爸爸天赋嘛有传互你。嘿啊，自细汉看拢有差啦。所以你看饲囝了，迄艺术是为自细汉就开始培养。伫
生活的时阵吼，就是拢一点啊一点啊咧，一直爱培养起来。生活爱美丽，是啊囡仔就嘛爱美丽。对啊，啊，其实咧美学无正远啦，无离咱正远，所以咱爱较用心一个去观察咱的周围，就会发现哦，原来咱的身边遮尔啊水。真的。好，咱拢经好啊吗？好啊，好，咱一人一个起头。好。这个起头就是要做咱的图啊，做咱的图啊，咱要做一个盘啊嘛。啊，有的人较介意圆的，有的人较介意无规则的。吼，啊，你会当用这图啊去设定咱的形，譬如讲你要圆的，还是要爱四角的，拢会使。啊，毋过我是较介意对这个图来走，所以咱等者就是安尼小甲伊切一个，莫切伤济，互伊边仔这较歹的，甲伊收掉就好啊。哦。啊，感觉就大力的。免，你轻轻啊，伊就会真好切，伊这软软。软，你拢讲软哦。哦，啊，我宜兰腔。软。水软。无你安怎讲？嫩。哦嘿，这嫩，啊，我拢习惯讲软。啊，咱家己切落油，安尼边仔炖就会较水。啊，剩的吼，你就开始家己酥酥的，家你无欢喜的气拢出伫这涂顶悬。好。切好啊吗？好啊。好，啊，过来咱要来布置咱的盘啊。吼，咱的盘啊，你会当家己决定你要放偌济物件。早起，咱早起毋是有捌这叶啊嘛？海边版。哦，海边版的，所以你会当家己看你要哪摆。啊，这上大咧，家摆较细的，吼。然后咱家这纹的较明显的，放去顶悬啊。哦。安尼咱地到迄伊的痕迹，伊的痕吼。啊，这恰查某地起来足水的哦。是哦。伊会较明显，袂伤浅。好，这个恰查某互你，也是你要这花。好，然后我先示范一下吼。好。你会当看你要哪放，好，像讲安尼小放至这边啊。嘿。这就是咱家己爱去看你要摆去搭较水。家己摆哦。嘿，家己摆。然后混的较深的下骹。哦。安尼伊才印会出来。哦。啊，小甲缀一下。然后安尼好了，你看我这。咱就用这棍啊，好，咱小家底好平，底开去都规个捏落去啊，好。安尼是规组到时阵要摕去烘哦。无，咱迄个摕起来，对，你要规组烘嘛是会使，毋过小摕起来较好，安尼烘的时阵较袂有臭味大味。安尼摕起来，安尼咱这物件就互咱缀去顶悬啊，足水的。我大自然足水的，咱就会当家记去顶悬啊。啊，你印好了，你也感觉讲物件无够，你佫会使用起图画。画孤山还是画海影拢会使，会当用无共款的布置的方式。用过。哦。哦。因为我见安尼嘛袂歹啊。好看呢。那伊安尼跳出来，啊，咱若已经准备好的人，咱要来凹盘的盾，因为安尼平平的，敢若放物件会落去，所以咱来凹一个盾起来。哦，所以你边安尼小甲凹一个。轻轻啊拗，毋是黏哦，是甲伊拗起来。拗起来。嘿。哦，这参像这一般爱烧偌久哦？烧偌久哦，这爱分2届烧。爱分2届啊？嘿，一届速烧，互伊定型。塑形啊。嘿，塑形嘿，互伊水分烧完，啊伊就会定型。啊，第2届爱用油落去，互伊有色。哦。嘛是正高工。嘿啊，正高工，所以这就甲咱人共款啦。有当时咱烧出来物件，无一定照咱的想法共款，啊，毋过嘛是足水，啊，这就是一个过程。所以咱做代志嘛，莫讲即届失败，咱就放弃啊。像做花啊共款，爱坚强，咱这是一个过程。至少过程咱有较熟悉，做第2届就会较成功。老师，参像今日要做这手工艺进前，你搁带阮去安尼细啊，哪看遮个风景，就敢若迄个出去耍的迄感觉。啊，你敢安尼出去耍的感觉，你甲你做艺术品有啥物款的结合啊？有啊，我感觉大家拢真无用吼，像恁逐工爱上班啊，爱啥，啊你直接来做这，你一定杀无物件。对毋对？啊，带新官来换做吼。带恁去海边啊，去渔港行一日，心情放较轻松。啊，咱搁顺续挽咱今仔日爱的物件转来做，安尼感觉就无共款啦。哦，真的呢。而且不只是算尔，恁有甲咱看到物件印伫图内底啊。对诶。这就是代表咱有来塑一个记忆。嘿。
安尼就是变做讲，逐遍我做这个物件，我就看到迄个叶啊，迄个花草，我就想讲啊，迄当阵我去倒位耍安尼。对，海边有够寒，毋过足快乐的，心情就会转变。甲你的记忆放在这个盘仔顶悬。对哦。吼，是啊。安尼老师安尼讲起来就有意义。后盖你看到伊，就会想到我，就会想到所学，就会想到较快乐的代志。无怪哦。我有讲这头一种力量啊，互咱变快乐的力量。真的呢。听你安尼一讲，我更加感觉讲做这就有意义的。本来一开始咧做的时阵，我想讲，敢若若是心有淡薄仔压胀吼，迄个用的时阵就用甲哩哩啦就好啦。诶，对。啊，毋过你也慢慢用，慢慢用，你安尼慢慢去改变伊的迄形体的时阵，就会发现哇，愈变迄形会愈来愈好看，会愈来愈顺。而且咱这种有时阵咧做这种创意的工课吼，有时阵咱想足紧张，你电脑是做袂出来。所以有时阵真正爱放松，对无？放松的时阵，迄创意就会拢走出来。好，大家拢做好啊吗？好咯。安尼就差不多啊，咱等一下啊，这袂使随摕去烧，爱互伊放去边仔，互伊打。等伊打了后，我甲摕去油烧，分2解。所以我到时阵烧好的时阵，甲寄互你。就是这个简单的花仔，其实伊拢是用生活安尼一步一步去搭起来。你讲有记忆，佮有你的创意在内底，所以愈简单的物件其实愈困难，啊，愈困难的物件其实愈简单。愈有温度。闭上了的那飞送。